一个是四神汤，四神汤嘿。吼，四神汤对应有乜嘅特別的意義？為什麼會選四神湯？因為從我哋大白佬通時講，也甜嘅咧，嘿甜嘅，嘿，因為大白佬通時講，我哋是四神湯係是甜嘅，佢哋唔相信。嘿，你像尤其係講倆地白又有嗰種係排骨，吼，因為像我媽媽佢煮佢會用排骨，未會用嗰豬腳。剛才馬克思傑說，這是在立冬家下，剛才比如講安埔頭吃飯的時間，會是其中一道餐。開始嗰種啊補身體啊。哦，啊也係比如講食飯啊，做飯還有其他菜，啊也嘅都係水米色的湯。係，錯。從我到客家人，按客家人是應該係嗰種嘛，湯係最美食啦。嘿，你們係不用水米，可是好像是甜點這樣。係啊。但你們的甜點有排骨呢？係啊。太酷了吧！你有冇試過甜咩？排骨呢？我看看。當特別係梅頭。不過你係啱到沖水食到咧嚇。從嗰種係橋影啱啱未喺度煮啊。咁你特別食到鹹嘅四神湯。從啲我會盤粥啊，又係講啲川湯式的。哦，咩係食得到？該提提出來是鹹嘅。哦。不過吃到鹹嘅也不會像我那麼驚訝，像我吃甜的很驚訝。哦。你特別食，因為以前嘅客家電視，睇播新聞的時間，他爸會報道。就一直很好奇呀，還買個米線，我根本嘅當第一百食到呢。其實甜的排骨蠻有趣的呢，吃起來。從來都係沖水食到咧嚇，唔會講奇怪。甜的竹蟲。係啊。好有趣哦。代表客家嘅食材又凍凍，不過你像客家小炒，也係。豬葱炒薑絲，凍到地方學到。咁講喺係會想講，倆添嘅是傳統，湯講是北部嘅行業有的也是，南部是下冇，完全冇。